过去校是真快乐。圣诞节真平安，唱圣诞节的歌真快乐。迄年是紧张、惊吓，同学老师走的走，离开的离开。有一个学生爱好了，这个叫做政治单位叫去问话嘛，所以迄个学生忽然间去问话问一暝，迄转来迄是作上课的呢。整个校园拢东便利啊，哦，因为阮咱省的学生是阮的人，阮一看我拢知嘛，伊一看拢毋是啊，拢是理平头的嘛。手铐就铐起来，背后铐，然后就拿弓拿耙呢，对啊，讲迄个神职人员咧插什么政治啊，什么台湾囡仔唔好拍台湾囡仔。哦，迄个气氛足感动的，这人流目屎，真正是大家惊，个当伫信仰吼，得到迄个平安的快乐。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迄天吼，阮有两台全导车，哦，咧带落底啊。后壁再一台较大台卡车吼，是会当互人行去咧演讲的啦。所以我是伫第二车，从头到尾都是在那里啊。哦，因为阮爱伫遐指挥迄车安怎行就对啊，当伫上头前迄台啦，所以我伫后壁迄台就对啊。哇，所以伊到尾一个迄阵真正咧做迄个时候，吼，我看伊嘛小可掠狂安尼。我是第一摆画台湾人万岁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伊就一直画咧啊。我要带大家唱歌的时，忽然间就对下骹有人点亮起来啦。哦，点亮起来，我才惊到，是讲哇唔对啊！哪有听到迄个政法部队迄款的迄个枪，咚安尼来啦。到迄个麦克多伫我的手中，我看迄个政法部队安尼来的时候，哇，第一摆多伫我迄个指挥车迄个头前遐我看到迄政法部队那像2丈短安尼啦，灯光我也毋捌看过，灯光足光的，非常的光。了后则那真有伫放迄个瓦斯迄款物件啦。我整个伫迄个所在咱麦克体了才皮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大概今天我可能会死伫遮呢。木人合唱团开始唱歌的时阵，市民就有甲我敲讲，就爱行咯，所以我叫学生讲，就爱行啦。细日龄中间就是有最大，因为迄阵台湾人的心情就讲，古早国民党去有足忝，看到兵啊啦，看到迄个敌武啊，拢怕。拍中间因嘛有咧个介绍，就讲因嘛有咧拍，因家己人拍因家己人，热咱的就对啦。我是木人合唱团的团长所以就有人叫我讲爱联络这个团员，嘛迄人会当去唱歌安尼。我有提早去，提早去的时阵就摕一个，就甲人讲，去咧外口遐摕麦克风向过路的人宣传，讲今仔日几点伫倒位，有一个人权纪念会，要演讲，请大家来参加。迄时阵就迄调查局的，迄阵拢还阁作粗鲁的嘛无迄落什么，迄落什么窃听器啊啥，一台迄遮大台的录音机咧，用一架笛赶咧，走来你的边甲你录音甲你问讲，用迄警察也无准的是，恁敢有哪要记的？我第一个时间无想着讲，这是迄个调查局，所以就甲讲，当然嘛是要举行这是一个人权纪念会，一个演讲会尔无可能讲迄无准安尼。人要出头天，有一日要出头天。那真正是伫选举正式用团体。阮就是牧人，拢阮这班的叫讲安尼好，所以后来就讲咱
即阵看人咧选举，有人唱歌讲啊，迄咱是开山祖了。迄阵无人，靠人咧选举，记得讲话，靠人咧，阮去唱民谣。望春风补盼望，看着梦，目苦红，破到这大坑，想要补无半项，找假是补破梦。望春风这条歌虽然是写查甫查某咧恋爱迄款的情景，但是其实背后是咧写台湾。哦，你会当来看，吼、哦，迄、个台湾人迄个伫迄个时阵咧望春风的过程的中间，望啊望，望讲啊，台湾有自由、有自由、有民主啊，所以你看日本人来、中国人来，拢毋是所望的，毋是所期待的春风啊，所以我迄阵就咧甲台湾人讲，咱一直咧望春风，到落尾去望着春天的后母面，哦，这是伫迄个时阵，阮逐个人的共识啊，所以通过这首歌，咱会当来唱出迄个望，咱无爱迄个后母面，咱期待是真正的春风。来到咱的中央，互台湾遍地花蕊，自由的花蕊遍地开啊！所以，阮做这个解说了，阮就开始唱。孤夜无伴守灯的，春风对面吹。17、8月袂出嫁。想着少年家，果然飘伫面目白，谁甲人注定？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大悲悲。阮南省的学生是安尼啦吼，就是1年级、2年级的是爱伫学校读，3年级的时吼，当时阮会去2个所在，一个是去东海大学，啊，就去东吴大学，吼啊，所以若去东海吼，像蔡耀全因去东海，因拢去ขุ伫洋会啊，吼，喺东海对面迄个洋会迄个花园咧，因拢ขุ伫遐，我就该多吼，做要讨论遐一寡过去台湾民主运动的代志安尼，啊，像阮是去东吴啊。啊，像阮去东吴的是迄年吼，阮就是中立事件嘛。啊，所以阮伫北部，阮嘛会感受哦，这台湾的社会整个已经开始起变化了。古早遐足大的禁忌，现在已经都一直突破了啊。所以迄阵阮倒转来了时吼，阮就感觉讲，好像我们不是只有在注重这个校园里面的学生的自由，不是安尼尔，嘛不是讲学术尔，我们要开始对整个台湾社会的那种转变吼的脚步吼。啊，脉动吼，我们要去掌握。啊，所以迄阵就是开始，阮才会用这个真善美学术社啊。迄个时阵就拢有请这个国民党政府就是讲头疼的人物来学校来演讲，像讲迄个时阵柯信良啦、徐明德、姚嘉文啦、张俊宏，甚至黄信介。林义雄、陈映真，反正就咱即马看的什么左派、右派，阮拢甲邀请来就对了。张立东迄阵是国民党的台南市长嘛，苏南成也来他党，迄个是伊出来竞选嘛。阮有请因两个来切破。这是破天荒的。迄阵成大啦，就讲遐其他学校拢有教官，拢袂当办即款的活动，所以成大。遐学生足欣赏阮，因嘛拢会过来听。感觉呢，
会使，还是学校紧张啊，应该是台南市这有关单位足紧张啦。派人来恐吓他好啦，来问下好啦，来最后讲吼，恁若办吼，要甲恁学校要甲恁关啦。迄个就触动很警总的神经啊！哦，我刚开始吼，警总他逐工拢来阮院长遐吼报道的对啊。啊，阮院长就常常叫我去沟通，以前我做社长嘛，讲吼唔通啦，无就我老板师讲拜托啦，你唔通啊，你害死学校就对啦，是咪说？这虽然100几年哦，然后你害死就对啦，是咪说安尼啊？我讲啊，学术自由啊。阮一班成立咧真善美学宿舍嘛，足团结的啊，大家拢苦掉的啊，讲袂使放弃吧，就袂使放弃吧。啊，所以迄个时阵调查局的啦吼，啊，遐个政治单位，就看讲亲袂入来时，就利用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来做即款的工作。啊，所以阮咧办演讲的时候，就有学生会摕录音机记录，啊，然后去网上报。啊，迄阵1个月就给他们800块钱，就是国民党政府给这款的人一个月800块啊。啊，迄个时阵拄好在流行一个洗衫粉，啊，上海广告叫做水晶800。迄阵我嘛去甲阮的院长吼谈判几啊摆啊，我讲那一个职员啊，讲那个老师他就是啊，对不？为什么你来处理？哦，伊讲好，你这个人吼，伊讲我们要把他开除掉，要把他赶出去，很简单啊。问题是，你可能这个处理掉，伊个安排几个日来，安排几个日来，迄个你唔知伫倒位啊？安尼，你是你是不是愈差？我因为读真军校政工，阁是上为天哦。我当入去读新人年吼，一寡同学高年级的同学，因就对我另眼相看。因为学校真正有一寡这个学生，咱拢讲叫白啊这个。啊，因看我这个背景吼，应该是上届，就是上届生的叫白啊。所以我会感觉讲，有一寡学生因若咧讲代志的时候，我对边过无啥爱互我听，会怎变做点点啦？目睭甲我看，啊，你看伊敢讲足怀疑的敢讲，当然我真艰苦心，我嘛捌为着这家己安尼伫我的宿舍吼流目屎，很难过吼。不过圣经的信仰帮助我，上帝是信实的，受冤枉的人，上帝的确会替你伸冤。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读书会嘛，常常会去看台湾这些物件，啊，甚至吧会当去读遐个禁册啦，哦，特别是对228事件的遐个禁册吼，啊，嘛有对外国转来的人有当时会分享这个代志，啊，所以伫遐就是真关心台湾的这款的政治啦，啊，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3摆声明嘛。啊，所以这3摆声明的中间，拢是伫我新学生的时代嘛，哦，变安尼。所以换一句来讲，拄伫这款情景的中间，来培养出阮这种的信仰，嘛培养出阮甲这个土地吼结连的这款的关怀嘛。所以真自然的，拄有这款聚会，我就去参加嘛。啊，迄是背景的，有传统的。所谓的背景啊，传统就是从吴宗辉牧师做院长开始的时，伊都真本土神学的开路先锋嘛。啊，后来伫这过程的中间，像讲阮有足侪老师、宣教师，尾啊拢去互国民党赶出去，有出去了就袂当转来。啊，原因是啥？原因拢是因关心政治，关心台湾的前途。啊，甲人民徛做伙。对这个美丽岛事件的前后这个代志，阮实在是无想着讲遐大，干那想讲用单纯的信仰关心台湾的人权。啊，这些学生囡仔，阮的学长拢真热烈咧讨论，所以阮拢会听着，拢感觉这真好啊！啊，就来去参加。南省迄阵的状况是吼，学生好像比学校老师还热衷啊，因为老师他们负担的一个责任是要保护学生，他们怕学生出事情啊，所以其实老师的部分，其实他们都是踩刹车的啊。等于我的院长都是踩刹车，
伊迄暗特别去迄个美丽岛的人权暗会迄个活动吼，迄暗第二岳牧师特别讲，迄暗爱上课。迄个时间毋是伊上课的时间，伊特别讲学生拢爱来上课，迄人伊是差不多无得点名的吼。王献智牧师嘛讲迄暗爱上课，绝对要点名。我本来是有那要去啊吼，因为我学生会长啊，当时有真侪人甲我苦劝讲，因为我有代表性的、指标性的人物吼，叫我留点学校。对于平平1年级的学生来讲，阮拢主动要去，结果老师不爱阮去。因为阮的老师讲，阮干了1年学生，台南新学院1年学生叫做试读生。你若无照学校规矩，学校不爱互你读。因为试读生，学校嘛知影讲，阮学生可能对一寡代志无了解，所以禁止阮不爱阮去。我第二天我就有登去南省啦，哦，我第二天登去南省的时候，那个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啊，其他不一样，整个校园拢东北利啊。12月7日发生，过当天，台南新学院的院长可能知影代志严重啊，所以随宣布讲，迄一天叫做 surprise day。新学院有一学期有一天，突然间院长宣布，讲今日咱莫上课啊，要出来郊游。结果迄一天去安平，佚佗，去礼拜煞了烤肉，烤肉了。当场伫海边讲垒球，讲垒球吼，了迄个谢秀雄老师伊真正是足感谢上帝，伊讲球讲一个苦雨，对头前破到后壁，所以用迄夹克北的吼，大声倒来哦，大声倒来要换裤，结果倒来到因兜吼，人随通知讲咧掠人啊，所以伊迄个时阵走。等下阮兜我看好，足侪人咧徛啦。煞发现讲，我车内底的迄个脚踏内底拢铺一张迄个砖仔架，迄砖仔架放出2地、3地安铺平平吼，互你无感觉到。也就是发现我这后摆要栽赃讲我是有暴力分子。规个学生差不多2点半、3点烤肉了，倒来到新学院吼，哇，搁较济，这政府的这工作人员，真拄啊好，我有拄着我的政治作战学校的同学。伊足惊的哦，你才伫遮啦？我遮到台南新学院，我伫遮咧读册啊，后摆要做牧师的。伊讲，你敢知影这是台独的大本营？伊煞就开始问一寡学校同学名单，郭恩信啦，吼什么人是天贤啦，吼这个新学院学生的这名单，我心内就有谱啊，这人爱看通着看着吼，大家爱甲因讲啊。所以我刚一顿的时候，送信时吼，伊拄着我就去迄个幼边啊。伊讲你敢知今仔日吼，阮所有较早阮政战学校吼的长官啊吼，甲阮一寡遐政战的同学吼，今仔拢伫内底，你看所有遮便利拢特务系统的呢，哦，你搁搞转来，你都咧等你啊，你搁转来咧。第二天，迄个阮师妹嘛搁留伫遐。伊嘛搁留伫遐，伊甲陈菊嘛搁留伫遐。迄阵警总已经开始拢跟监，什么规个拢啥，爱搁登去因兜邻兜，迄管区拢去伫遐。我那个管区哈，真好，他就拿了一个我那个身份证的照片，你知影我身份证的照片是我国中的时阵迄张学生头的照片，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捌这个人吗？林淑娟这个人你捌吗？我讲我唔知影啊，这样子，其实他就是要抓我了啦。有一寡同学陆陆续续，第2天、第3天吼，互叫去调查站的啊，请去啉咖啡啊，倒来了，因拢真惊，因为因伫遐讲啥物话，伫啥物所在开会，还是讲伫啥物所在讲啥物话，拢总有记录，所以大家倒来拢吼，拢较感受到迄个恐怖，毋知影国民党这套吼，这个戒严这款的物件，遮尔紧张，真正大家资料拢有哦，所以倒来更较紧张，大家人说看到人拢无啥爱讲话。去到学校的时阵吼，因大家就讲，你哪走，你哪走，有人就讲。
有钱拢爱摕出来哦，安尼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总共给我们大概9000多块。迄阵柠檬酸嘛听讲走这个蔡友传先生因嘛拢有走所以伫迄个时阵，大概我就唔知要走去对，我的囡仔当早出世，安尼差不多3个月尔。阮木顺娘的阿姑啦，伊个阿姑住伫归仁，伊伫市地边都低调嘛吼，我就伫迄个所在有2个月时间。12月13号吼，透早开始打台步嘛。迄个到尾暗暝时吼，迄个赵振和打电话讲伊要来找我，然后我接台伊来找我迄阵，伊来的时就是哪里拢来就是共一台车，因开车团载伊来，就是这样就开始了，所以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尽量来理解，就是讲上帝就要我只是拄到这个代志，我就爱担当努力。伫阮兜住2暝3天，接续就去林文镇遐住差不多10几天，最后迄段有那约差不多10通工的时间，就伫迄个柯政府因无车遐伫汉口街。你来到了差不多1、2礼拜中间，突然间停电，停电的时候。一寡查甫同学主动开走去女生宿舍去撬卫兵。阮迄个时阵拢知影较紧的门爱去顾起来，莫互人入去甲阮栽赃。因为迄阵台南市人伊就去用攻击嘛。那天刚好是我事情，出了11点20，因为我发觉有一点怪怪的，就是多一阵风吹来。我目睭转看迄个时间，我钢琴遐看起的时阵多11点20，所以我很清楚记得那个时间。然后就有2个人冲到台上去了。因来了外是拢无支付令，我伫主持礼拜的时阵加咧，这伫全世界的历史来，我是第4个。头3个拢伫非洲迄款的所在，所以甚至伫希特勒的时代，毋是讲伫咧港台就是伊若要掠一个人，不管是啥物，迄个人若走入去教会内底遐个纳粹就无入去。他们会守在教会的外面，一直等到他出来，才会去抓他。我怕成讲伫港台顶掠我了，引起全世界教会的公愤。但我因为我身孕3个月，我是足艰苦，因为我病囝伊个互人掠去，庄里的人大家拢窃窃私语讲迄教会先生去互人掠去，我是足歹势，嘛足见笑的。感觉讲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一种处境当中，我就是要很坚强，真的是用更大的爱心去 cover 过去。别人对咱有误会心，我就是用更大的爱心去跟他们安慰。那时候婆家那一边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给我帮助。伊讲你是安那翁无顾好，是安那翁顾甲去互人掠去。迄个时1个礼拜我都没有掉眼泪。但是眼睛竟然就发炎了，就规目睭转弄肿起来发炎，去医生看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你那个泪腺堵住所以他说你如果要哭就把它哭出来。他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整个晚上，我就好像很孤单而且就是自己这样子坚强坚忍下来好像就整个都快要崩溃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12月23号嘛，台湾的冬天很冷，又有湿气只让你穿内裤而已。你就入去，伊咧甲你问笔录的时，他从来不让你站着，他就让你蹲着。你蹲到那个脚都麻了，你要换一下姿势，他还骂你。可你吃盐水饭，吃盐水饭嘛，就是说
什么叫做盐水饭？盐水饭就是一碗饭给你，一碗盐水给你你吃的都会便秘。我听到神的声音，神跟我讲说，我绝对不帮上帝加罪，无白囝。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那时候我就跟上帝回应了，用我的心跟他回应，说好啊，上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求你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就求上帝一件事情，我跟上帝讲，上帝啊，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你留着他的生命在，无论什么样的苦，我都愿意吃。我今天跟上帝安尼祈祷，那时候很奇妙，我跟上帝这样讲了以后啊，一股喜乐从我肚子很深的地方就这样涌起来。圣诞节到啊，圣诞节当年是人伊拢是庆祝棒球垒球比赛啦，拍天尼斯比赛，拍羽毛球比赛，有庆祝节目，还有大聚餐。院长呢，看到迄年的气氛这么歹，同学走，老师走，大家人真艰苦，真惊吓的面，怎甲这个活动停？迄个时代因为台南市人伊拢有对外的庆祝，总是迄当这个社福机构拢甲阮婉拒啦。耶稣都出世了，耶稣嘛走路啊，阮真侪同学嘛在走路啊。玛利亚、约瑟啊，带耶稣，也是抱咧走路啊。我感觉讲即阵看迄个当时耶稣出世的情景有共款嘛大家拢在走路所以人心惶惶的是。迄个时阵报佳音感觉讲，这看圣经的教师是差不多，迄个情景是共款的。所以，阮去报佳音，通过安尼个，互所有的同学甲老师大家个团结做伙暗时无点电火，举蜡条，开始伫学校的宿舍、老师的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一间一间去唱。平安夜，平安夜去报佳音，迄个气氛足感动的，足侪人流目屎，真正是大家惊，个当信仰得到迄个平安的快乐。到最后，安怎样带咱行过这个惊吓的时刻？每一个报佳音出来开门的欢迎学生的老师，终于有效了。初六以前这个洪宣就来，就敲电话给我安尼，结果伊甲我讲伊要跟我见面，伊见面就甲我讲，我们爱放人安尼就是这么开始，迄个引爆出讲迄个掠施明德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动作出来。伊甲我讲，都有一旁的人讲有一个计划要甲伊偷渡要甲伊当真去偷渡出来，所以就。